华山基金会长期关怀失灵失智甲失去依靠的独居长辈，因为拄着疫情的关系，一寡物资物质较欠缺，所以为伫咧关庙的吉安病院知影消息了后，嘛主动出钱采买关庙面，加上制面厂的头家热情赞助，拢总捐出1200份的关庙面来予华山基金会独居老人。所以我们今天也透过长安制面的部分，让他们由我们社团医疗法人、吉安医疗社团法人来做一个采买。那因为陈总他自己也觉得做这样的善举不能够只有我们一家医院，尤其在防疫期间医疗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他也是发出他的一份心来把我们采购的面打折再打折。所以说我们今天采买的价格的确可以造福更多的人。所以他刚刚也说了未来我们协助华山的部分，不只是就台南县，未来在台南市的部分，我们也会努力的来做一些奉献尤其是这些独老他走不出去，那更需要人关心。无论是医疗，无论是物资，都需要大家的奉献。在这样的疫情阶段，大家其实都闷在家里其实可以更多的爱心来把它发展出来。非常感谢吉安医院陈华宇执行长的媒合，长安制面厂这一次总共捐赠了我们华山基金会台南 B 区1200份的这样的面条，作为端午关怀礼之用。那其实疫情真的来得很突然，那全国迈入了3级警戒，那也持续会延长到6月底。在这个时候呢，华山服务的这些独居、行动不方便的失能跟失智长辈，其实更显得弱势。那我们这边也呼吁民众，就是理性抗疫的同时，其实也要记得主动去关怀身边的弱势者。透早关键20由社会局长陈荣之代表接收，并颁发感谢状予吉安病院执行长陈黄宇，甲长安制面头家陈兴龙，感谢因热心的帮助。很感谢因为这段疫情期间这些独老都在家里面有些物资上的不方便。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我们的长安制面，我们的陈老板陈董事长，还有花莲吉安医院的这个陈执行长的促成，让整个华山这个捐赠的部分呢就捐给我们的华山基金会的林站长在整个的过程之中也感谢了大家的共同来促成也感谢我们长安制面的陈董事长呢他的发心甚至还讲说如果有需要的话，他后续还愿意再提供。像这份的善举，我们非常非常感动。关键20包括吉安病院、制面厂，还有华山基金会。另外，社会局长陈荣之、甲规人区长魏文贵嘛拢亲身到场，而吉安病院甲制面厂的头家嘛拢热情的表示，未来若阁有需要，因拢会愿意阁继续服务。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